是啊，你想怎？人无爽快还是心情无爽快？那有可能这是什么所嘞？派出所啊！伊徛在遮就做敏感的，哪有人咧徛？派出所门口徛在遮徛成两点要是咧做门神哦。我头早唔是甲你讲过，我甲人约好约咧食，伊搁在干话我。啊，你甲伊约好啊！约我加送啥啦？你较等下啊！哎，就讲我约食啊！哎呦，你来啊！歹势，互你稍等安尼哈。哎，哇！你啊带咱去三峡老街踅踅，啊！你讲干话敢有效？对啊。哦，我用一寡较五路的方式来刷开来熟悉咱的三角。哎，等下，这咧做啊！哦，做。来，介绍，这是。啊，人讲三角说三角，三下故事是讲不了，说不尽啦。玉玉相情，来对我来，行。哎呦！赞！你也不害我啊！来啦，紧来啦！我跟你讲吼，咱这条吼是旧街啊吼，较早吼，连200几以前吼，新条的时阵就有啊。哦，那个大 K 差不多哦。都是老街。哎，看起来差不多呢。你有感觉有真侪老街都做爱用迄巴洛克式？我甲你讲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吼，迄当阵这个都市计划时阵，日本放一批这个建筑师来台湾建设，啊，这批人拢有去欧洲留学过，所以你有发觉无？咱台湾的总督府啊，甲这个三角老街啦、大溪老街啦、台中火车头啦，吼，一寡酒厅啦，市政府，嘿，拢是种的。而且佮中西合并，你看顶头伊有这个红色的这个灰色有无？嘿，对哦，迄就是巴洛克式的一个装饰的纹路。啊，了顶头有2只鸟啊，哎，有，好不好？2只老鹰，迄就是欧洲哦，咱的贵族同流行的一寡象征。啊，所以你去看，对，你看这个金莲村、银莲村这个牌匾，有一个秘密的所在哦。你看迄个莲，迄里顶头有一个圆的物件。哦，是迄是西头。哎对哦，西头，老师啊，西头在咱风水来讲可以是啊，画刷对，嘿，所以这西头是画刷。哎，干嘛哇？啊，你看我讲要带咱去什么店？哦，来，就厉害。这间，哎，巴尼的汉油吧。阮这间店哦，嘿是伫乾隆3年1853年开的啦。阮若早开始做，清朝就开始啊，嘿，167年啊。哇！我是第4代。啊，无怪干话王传来这间啊，我想讲哪会传家？规个老街吼，内面正老店安尼。哇！欢迎各位来。啊，这是恁阿公甲恁老落啊？阮老讲阮老爸老的物件。哦，啊，你是去过来啦？毋是你即马目前你是要掠什么药草？哦，你食的，这是老人咧食的。这行啥？这是白粥，这脚你就看你的经皮起来吼，较顺啦。你无听我食这无啦？你这是无好对。嘿啦，无好你叫我食这？你那讲啦。对啊，我要你叫我但是哦，食你若一个人去食2条哦，对身体哦做好。头家，你计嘛，小计者。啊，无啊，你已经爱有啦，爱食啦，你哦，啊，这是啥物件？故意啦，袂使计，哦，袂使计。啊，这是冬。当然冰的这当归冬龟哦，这是有女性荷尔蒙的成分的。哦，食了青春。啊，这是啥物？这传功，甲你川芎啊，促进循环啦。所以咱一般讲的素不就是这4项对吧？这是熟地啊，小弟，啊这是啊。有保卫。你迄个来的时阵袂当食哦，啊对。真市面就袂当食。隔了再食。像我这孝路食会使。孝路会使，这位孝路啊，今麦免包药啊，互你啊，安尼。啊，你这波爱看，这波爱看，这波今麦已经去传啦。扣啊来，嘿，扣啊来了后咧。啊，凹到凹。对，这摆叫凹呀。这边搁啊细落，对，安尼就是一贴药啊，一贴药啊。即摆是安尼啦，因为即摆的做法吼，是古早做法啦。啊，但即摆就是讲安尼去包吼，因为起后原料有当时啊需要冰啦。哦。所以咱就要较现代吼，就是用像阮那种夹链袋来甲装安尼，啊，看起来较卫生，啊，物件拢看会到。啊，我会总咧摆在下岸，就是安尼哦。来的人吼，拢会问啦，人足多啦。讲袂去啊，讲袂拄啊，要算小啥袂拄哦。我来是讲啊，干脆甲写下来吼。啊，你家己看，啊，若唔捌，袂晓来才问嘛。哦，我来结账，结账。我了济哦，我会使抽奖。哦哟，啊，来抽奖，贵当抽奖。抽奖。我唔捌看中药房买物件要甲抽奖。哎，这个较早日本迄种摸彩有无？对啊，抽奖的，你哦，你即摆你若唔是红色的，其他的色系哦，我就送你一件嗰个老家的模型物啊。哦哟，来，我来哦。啊，另外出来了。
哇，你有啊？有啊，你有啊？啊，上你一间厝啊？啊，这领导，哎，就是爸爸的。这做了就有的呢。OK，咱留一个纪念哦，来去张水，哇，够你的厝，哇，小礼物来，来，1、2、3，耶！